乡亲时代好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2019新型冠状病毒继续咧拖，政府开将近2亿，规划组建60条翠暗的生产线，3月初陆续来上线，每天会当生产大约1000万片，都是为着要确保防疫的物资无欠缺，嘛互台湾将做全球第2大翠暗的生产国。其实为着要达成这个艰难的目标，背后有高达26间相关的厂商分工合作，因甘愿来放下着家己的事业，有的出人出力，有的提供零件，快速来组成一支实力坚强的国家队，在上短时间内建立翠暗的生产线，守护台湾人的性命甲健康。华视新闻团队侵入到台南甲新北市的工厂，咱就来看相关的工作人员为大家赶工做翠暗的迄种感动人的画面。暗时7点，彩虹小组进入台南的不止部大厂，产线完成例行性保养，马上搁再投入生产。员工甲机具拢一夜无停机，支援防疫。这个就是我们的塑料。聚丙烯 PP 塑料经过加热溶去了后，再搁喷到成型率表面定型，经过卷起来甲分测，都会当送往加工。这条不织布产线生产的，就是医疗用翠暗的中间站。去病菌上较重要的理材，牛皮不织布。想要力保台湾口罩充足，不织布是重要的生产原料。实际来到南部这一间不织布大厂，机器呢是24小时持续在运作当中，每天估计可以生产出超过1公吨的不织布。成品制成后，就会送往自家的口罩厂以及下游的口罩厂商。成立50多档的康纳香公司，即马每天生产超过1吨的牛皮不织布，估计会当供给200多片的翠暗使用。全力拼30，完好翠暗原料供应不足的困境。除了不织布，伊嘛是翠暗生产大厂全自动化生产线，员工分做2班制，24小时拢无停。自动化接料嘛，有些接头的部分，它就会从这边弹出来掉下来，在这个位置。这条正常品的话，它就会从这边，那多一点它就会检查这个耳带的长度是不是够，宽度是不是够，然后它会拉力。因讲在武汉肺炎疫情严重，康纳香厂中心副总经理刘合喜对过年到即马，拢陪员工做伙加班赶工。也是做翠暗生产得要20档的老员工，陈英书甲洪玉珍嘛是拢想袂到，家己的工作会正做防疫之前的关键角色，负起重大责任。之前都是上到礼拜4，然后现在就是假日、6日都有出来这样，大概1个礼拜多1-2天。会觉得辛苦吗？不会，一点都不会辛苦，真的。我们也是能为台湾出一份力这样啊。就是觉得说今天有把这个数量赶出来，能为大家服务，就觉得心情很好这样子。对，家里面的人会，比如说有时候给你打气一下啊，或者是会，就是说辛苦了啊，加油，大家一起挺过去这个疫情。疫情爆发了后，这阵产线上的尖兵，正做上注目的焦点。工作量增加，休假减少啊。虽然辛苦，不过因也是欢喜做，甘愿受。所有制造口罩的这个厂家哈，每一家都应该要全心的付出了，那这样才来能够帮助所有的这个安定啊。碰到这个事情很重要的，我们必须要全力以赴哦，不能停掉。并翠暗生产量政府开将近2亿，紧急扩程60条翠暗产线，希望3月初会当达成至产量1000万片。不过短1个月内敢会赛进，这就被外界看作是无可能入目的翠暗之战。即马咱跟步步逼近目标。力
品口罩设备到位，由长虹机械负责40条产线机具的生产。但由于他们本来的厂区呢，只能容纳得下2台机具的组装，因此现在他们在新北市五股山上租下了300坪，开设临时厂。由工机具工会呢，大约有30多家的厂商自愿出人力来协助组装。现在呢，可以看到他们都全力的赶工当中。要把自己的能量要往4天要到现在更晚，4天就这几天就是整个进驻这里。采用小组直击，组建翠暗设备的秘密基地，经济部抽实名单，都要到工厂视察，注意看设备到位时定。看过眼前20个组装区，拢在赶工组装翠暗基地。对于翠暗机器本体到输送带组建，分工作业非常周到。一个完成了后，我进行配线、通电，最后搁再经过3道测试关卡。确定机器超音波输送带等功能正常了后，才会当包装交机，运往翠暗厂投入产能。好，这次60条产线由中宏机械公司甲关浩机械公司分别负责40条甲20条产线设备，但是人力甲资源是要对倒位来的？900名来自无共公司、无共产业的人，有的是主管，有的是工程师，因放下竞争，放下称号，全部拢是来到翠暗上海精线资源。若是回资这的能量，大功劳的幕后功臣就是因。我们公积机的产业就本来就跟工业局、经济部这边互动的很完善嘛，所以我就给部长说，我们公积机暨零组件工会的理监事会员都准备好了，大家都非常乐意来协助这个60条。尤其我们公积机对于人才组装电机这一块都是非常的熟练，可以投资大概每天可以100个人以上的能力来支援。我们公积金业界第一次看到这么团结，而且互相也都不认识嘛。你想第一天来这个地方，现在看起来是有架子，以前都没有到地板上坐到地板上作业的，知道吗？都没有，这个是空厂房啊。所以我们人自己带工具，自己带空压机，自己带砂轮机，自己带便当散布在这么大厂区，一脚一脚搭在这边地板上做工作呢。我看很感动啊，一来都是工程师级的人薪水都很高，我们公司派过来都是100万级的年薪的台湾工具机工会理事长柯文惠定期召开会议，调派厂商人力。台湾龙德科技公司总经理戴文金等人是担任翠暗队的现场指挥。因平常时是各产业的龙头，一场失控的疫情，让因伫第一时间各自放下事业，直接动员到制作商的工厂，现场协助外界福因做翠暗国家队。现在是这样分的，有母机厂嘛，像我是台湾龙泽、东台，这些母机厂永进，这些母机厂，我们就负责机器后面的安装、交机跟维护。那工具机零组件厂呢，就安排前面的部品组装、副线生产的组装。所以我们整个一个团队里面，我们是跟每一家厂商的长处去做工作安排。各大产业龙头是无偿出人。出力出零件，组成一支实力坚强的实力军，包括工研院、工具机大厂东台、台湾龙德科技、永进、阿威、上银、大旗等企业，拢全力付出。那个镜头转到在新北市永高的关浩机械公司，同款是火力全开，加速设备组建。其实我们那些了解。厂内老师傅详细咧教来支援的人员作业流程，工厂主管嘛，但讲每工拢留落陪员工拍拼，忍受辛苦，克服操劳。一日制作最暗的煎饼，嘛是爱加时间走小肉，而且还爱顾好品质，打造60条最暗的产线，原本大概半冬才会当完工，但是即马各界出力，努力拼1个月来完成。我常常跟他们讲，我说现在不是只有帮我们的客户在尽心尽力，现在是在帮政府跟帮我们国人尽一份心力。那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段时间赶快陆陆续续把我们的任务完成，让我们的国人能够有口罩可以使用，
不会因为这样还需要在药局前面排队才能够买得到口罩。两边大概到今天为止大概是20台左右哈，那已经在厂商的部分已经达到15台，开始在所谓的生产。只是举例哈，在有一个在基隆的厂商，他大概接收了长虹的5条，那他现在试运转的期间，5条已经有可以达到44万片。另外有一个是全和在南部是首批交机的2条，总共是22万片左右的一个日产量。当设备全面上线，估计每工会当加生产600万片翠暗，这产量会当提悬2倍半，加上原本的400万片产量，日产量1000万片，袂搁再是基证。到时阵，台湾卖排名伫全球翠暗制造第2大国，政府甲民间合力迎战疫情，嘛甲危机化为转机。协助政府赶快稳定这个市场，这是我们的义务，也是我们企业应该有的责任。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技能，在国家有这样的一个需要的时候，能够贡献，然后让国人放心。我们想这个是觉得非常光荣一件事情。希望说我们这口罩能很快出来，让我们防护做得更好。那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。各界无分里外，为着防疫尽一分的心力，若是第一线防疫团队甲医护人员无张导、无退休的奉献，那么有看到为着消除民众的担忧甲惊吓，确保防疫物资供应无问题，企业厂商员工每一个人用各自专业点点付出行动，协助抗疫。齐心协力，一步一步为民，使人感动。坚强意志力的台湾人，在这场对抗病毒的艰难战役中，共同患难，希望会当赶紧度过挑战。台湾加